的深处。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，它能够为我们打通一条道路。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，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，即使眼前乌云密布，信心的旅途，翻山越岭也不轻易，调转脚步，信心的岁月，千山万水终是述说，天父在看顾。我相信，我经历，我知道你引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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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信心的旅途，翻山越岭也不轻易，调转脚步。信心的岁月，千山万水总是述说，天父在看顾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他必拯救敬畏他的人，他的荣耀将充满我们的土地。慈爱忠信彼此相迎，正义和平互相拥抱。人的忠信从地上发出，上帝的公义从天上显现。上主要使我们繁荣，我们的土地必定丰收。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我们都说12月份在这个季节是耶稣降生的日子，但我们其实也知道，如果我读圣经的话，在他出生之前，有一位叫施洗的约翰在为耶稣预备道路。预备什么样的道路？预备悔改的道路，预备公义的道路，预备天国要降临在我们当中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开口来感谢2000多年前的话，西元前800年前的话，到如今仍然不断的在发生。他要拯救敬畏他的人。你有经历拯救吗？他要用他的慈爱忠信来带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有经历吗？如果我们有经历，我们就要开始感恩，我们就要开口来感恩，因为神的公义就在我们当中，还要使我们的土地领受丰收。透过他的掌权，透过他的好消息，透过他今天对我们说的话，我们要献上感谢的祷告，开口来祷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来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有份于你。在凡事上有主啊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就来拯救我们；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，来并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总是软弱，但唯有你让我们得刚强，让我们认识我们你是我们天父的身份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，我们顺服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万事的源头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来到这世上是为要赏赐那丰丰富富的生命，就像上个礼拜的信息所说的，主啊，你说你要成为那羊的门，你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这份平安，你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个救恩，你要使我们认识你的美善。主啊，我们渴慕尝到这滋味。主，在这礼拜当中，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真实尝到这滋味。你带领我们来经历你，你带领我们来走这信心的道路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你说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主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为我们预备道路。PPT 下一页，我们再次来唱这首歌，我们来唱副歌就好。我们要宣告这条信心的道路，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，信心的旅途。信心的旅途，
候的话，我们通常对那个爬山会有一个想象，就是到底那个地方这个终点长什么样子。现在的很方便，只要开 Google， 然后你就按那个图，有的人会照很多很多的图，譬如说玉山，你就算没有去过，你好像都看得到终点，因为有见证人告诉你说我来过这里。但是轮到自己要去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有勇气，我们有勇气不一定有能力，我们有能力不一定有时间，我们有时间不一定有这些需要的知识。然而当我们愿意先相信神要带领我们来经历，所以我们要来读这一段。我们应该还有一个经文没关系，好像今天一直跳掉。我们要对，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。来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草会枯萎，花会凋谢，但是我们上帝的话永不改变。耶路撒冷啊，要登高山，报好消息；西安啊，要大声呼喊，报好消息。要大声喊叫，不要害怕，告诉犹大的大小村镇，他们的上帝就要来了。至高的上主要带着权柄来临，他要用全能治理天下，他要奖赏他们，他要拯救他们，他要像牧人牧养羊群，他要聚集小羊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他要慈祥地带领母羊。这是待降节第2主日经课表里面的经文，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爱。在人很短暂生命中，神却用他的话语应许我们，那永恒的爱要临到我们当中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像一个要登山者的这个生命，要来报好消息，要预备自己，要相信主的带领，相信主的全能，相信主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经历他的国要降临在我们当中。信心的旅途我们唱了2个月这是第2个月。我非常喜欢这4句话，我们一起读。我相信，我经历，我知道，你引导。没有相信，即使我们经历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。当我们经历之后，我们就知道，那个知道不是只是脑袋知道，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到，原来神你是这样的神，我们就知道他一直在引导我们，我们就知道他一直在带领我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被造的意义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。我们要为青年牧区祷告，为迦南教会祷告，为在这待降节第2主日预备自己的心来领受信实的主，要使我们的心被坚固起来，要使我们的心充满盼望，要使我们的心对他的应许充满期待。我们开口要来为教会祷告，为青年牧区祷告，为周6礼拜开口来祷告。神的国要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，活出神儿女的身份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那在这待降节第2主日，我们充满盼望，充满胜利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的好福我所经历的一切，都在主耶稣掌权全能当中，带领我们的生命上成就，保守看不出的脚步，使我们更相信，却是真实经历，这经历主，我们就真正认识你，我们真正认识你，我们就愿意被引领，我们就在这当中你来我往的过程里面，更认识这位信实的上帝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星星的旅途，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。星星的岁月，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赋在信心的岁
的面前，主，你的话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如同我们昨天、今天才刚刚经历的安慰礼拜、告别礼拜、火化礼拜、入殓礼拜，还有安放礼拜。主，我们真实感受到人的生命很有限，然而我们却在这有限生命中领受那无限的盼望，以至于当你要来接我们回家，当你要来呼召我们跟随你的时候，主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信实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安全感。我们都感受到主你的信实让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就被拖住，我们就被保护，我们就被带领，我们就开始期待，我们就有预备，我们就有信心来跟随你。谢谢你在这个待降节期再一次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这有灵的活人说话，向我们每一位寻求你心意的人说话。谢谢你预备我们要经历这场周六礼拜，要归荣耀给你，要赞美你的名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吗？你是天父的孩子吗？如果我们是的话，我们从座位上面起立，我们要一起向神说，主啊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敬拜你。自己渺小无能力，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，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，爱和盼望传递着，并有神迹奇事随着我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敬拜中得着智慧，手中有权柄的灵，右手有征战的技巧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哈利路亚！天父的孩子，你喜乐吗？让我们大声来敬拜，表现出对我们对神的赞美。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，天父要对你说，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，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，爱和盼望传递着，并有神迹奇事随着我。一起来！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敬拜中得着智慧，手中有权柄的灵，右手有征战的技巧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再一次，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手中有权柄的灵，右手有征战的技巧。我是天父的孩子，带着希望的种子，满有属天的盼望，喜乐充满我的心。是的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每一天都充满喜乐跟盼望。让我们一起拍手，我们一起来赞美，哈利路亚！更棒的是，神创造了一切的美好，海洋星宿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造的。他更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让我们得着盼望跟喜乐。我们再一次的，我们要颂赞我们的主的美好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你创造海洋星宿，你细心创造了我，以永恒爱来爱我。是的，你是我大声欢呼，你是我喜乐跳舞，我要不停来
的需要，让我们更多，我们举手，我们一起喜乐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感谢他的创造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你创造，你创造海洋星宿，细心造了我们，细心创造了我，以永恒爱来爱我。你是我大声欢呼，你是我喜乐跳舞，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。Come on， 是神美好的创造，我受造奇妙真美好，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，你对我真好。我是神美好的创造，我受造奇妙真美好，是和天意微笑，勇敢去拥抱。你对我，你对我，你对我真好。我们更多，我们一起来。我是神美好的创造，我受造奇妙真美好，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，你对我真好。我是神美好的创造，我受造奇妙真美好，喜乐的微笑，勇敢去拥抱。你对我，你对我，你对我真好。来说，你对我，你对我真好。哈利路亚！对我们真好的神，因为有那一道光，引领了博士，还遇见了耶稣。那一道美好的光，是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光。主啊，因为有光，让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，再一次的看见自己，看见我们，看见神与我们同在。邀请大家可以在敬拜当中看见那个光照在你的生命当中，照在这里。有黑暗在深处丑陋肮脏，有一道光，有一道光照进来，照亮内心的渴望，渴望被爱，渴望被拥抱，渴望拥抱，渴望自己不再被捆绑。你渴望自由吗？渴望自由，渴望满足，渴望被无条件接纳。光照进每一个黑暗角落。主啊，你的光如此温柔，如此温柔，圣灵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抚摸着我们，温柔地轻抚着每个伤口，是我的医治的自由。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，因为有光，在逆光中我的见光，这光是我的方向，我的拯救超乎万有。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，因为有光，心被建立，不再迷惘。这光是我的平安，我的盼望。一起来，因为有光，因为有光，
耶稣又对大家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，绝不在黑暗里走。”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我们的渴慕吗？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就像这一首歌一开始说的，我们生命有黑暗，甚至在深处有丑陋，有肮脏。然而耶稣来，就是为了要带下那一道光，照进你我的心，照进你我的生命，照进你我所在的环境，照进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被接纳，真实的得释放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今天要领受这个大好的信息，今天要领受这个大光照亮我们，开口来祷告。主是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爱使我们的生命有了机会，有了自由，有了满足。主啊，有了那真实无条件被接纳的爱，使我们可以来，主啊，不只是活出黑暗的生命，更是活出那爱人的生命。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光照耀我们内心每一个地方，主啊，照耀我们所处的这世界每一个地方，主啊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再次来唱，因为有光。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。因为有光，在逆光中我的前往。这光是我的方向，我的拯救，超乎万有，超乎万有。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。因为有光，心被建立，不再迷惘。这光是我的平安，是我的盼望。因为有光，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。因为有光，在逆光中我的前往。这光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方向，是我不害怕，是我不害怕，是我的方向，我的盼望。这光这光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光是耶稣。主，你说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主耶稣你自己，我们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主，谢谢你，你为我们降生。主是为了要为我们受死。主，你为我们受死是为了要见证主你复活的大能。主啊，你让我们领受这生命的盼望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停止那一切负向的循环。主，因着你的来到，我们进入了主你的光，我们在主你的光里面行走，就不在黑暗里行。主，你的光来到，就除去一切的恐惧。主啊，你将一切都显明在天父面前。主，让我们领受这个盼望。主，这个盼望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透过我们生命回应主你的行动，我们就经历主你的光就在我们身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要领受这大好的消息。主，你已经来到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颂赞，归荣耀给你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请坐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哇，今天晚上让我们在敬拜当中真是感受到那个好消息临到你的生命。
临到你的生命，临到你，临到你，临到我的生命中。现在对你来讲，好消息是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说了很多，你生命中你现在最需要的好消息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前途，清楚的知道我前面要去哪里。第二个，也是前途，让我够的钱，是吧？完成学业，够多的钱，我还学贷，我可以开创事业，够多的钱，我可以完成我的梦想。第三个，你的好消息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是跟叶牧师一样，希望这1个小时不要咳嗽？这对我来讲是好消息，你们也是好消息，不然我咳嗽起来会很恐怖啊。还有吗？还有好消息吗？第4个好消息是什么？你需不需要今天晚上可以很好的睡觉？有没有晚上有睡眠障碍的？不要举手。每个人对好消息不一样，但刚刚世谦牧师说这光来，耶稣说他就是什么？道路。谁需要道路啊？需要的举手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请问什么道路？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道路？有没有很大声？我刚刚说我会很小声讲，但我一上来就很激动了，然后就破音。请问圣经里面说的刚刚的道路跟你的道路此道会同道吗？哪一条道路？真理，请问什么是真理？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人说什么是真理？那个人大家记得吗？不是太好的人，把耶稣要钉十字架，他又没有承担，他又在那边怎样？这跟我没关系，来洗手。但他却心里却有一个渴望，想要问什么是真理。生命，我想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生命。如果我们没有了生命，没有生命的盼望，今天晚上到明天，我们又少了一天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只是活这此生啊，那么我们真的，我们活的就没有意义。我们就真的不清楚，原来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，他给我们的好消息。这好消息说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。即便我现在还不是那么懂，因为我还不需要。有没有人还不需要？一定有。因为牧师在我们的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可能我都还这些都不要跟我讲。我18岁的时候，我只有要列出20几条我将来我要走的路，我规划到40岁。有没有人已经列单子了？18岁，现在18岁或28都没问题，38也没问题。你有列了吗？难道你列的这些，如果按照这样走，你就觉得阿们，太好了，我死而无憾？你还是遗憾。还是遗憾，因为毕竟死路一条，没有一个人是渴望的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被神所创造，他原来放我们里面就有那个永恒，所以我们渴望，所以我们心里有个洞，真的是心里洞，不是头有一个洞那还好，是心有个洞，我们有那个渴望。今天我们要来读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文很短，但是全世界的人因着生命中有那个渴望，那个你有没有感觉？我好像有了所有的，但我就是觉得我一种不满足啊，就是觉得总要来点什么，总要来点什么，总要让我生命不一样啊。
但我又说不出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不断的踹，不断的踹，不断的踹，以致我们走上了信心的旅程。因着神爱我们，我们才敢走上那信心的旅程，我们才敢回应，不然公开白天的是打死都不敢，打死都不肯。今天叶牧师站在这里当传道，是我18岁怎么样都想不到。因为当传道路不是好走的，你怎么做人家都不一定满意，你怎么做人家都不一定会把白色讲，把你说的一五一十的听进去，因为不是他恶意，不是。因为牧师觉得人没有那个恶意的，而是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面、心里面是有毒的，耳朵也有毒，所以听进去的这个人出来就会变成什么？解读出来就是被扭曲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当传道，我常常说我是永远的传道，所以你连牧师我都是传道，就是随传随到。因为牧师很盼望我们有机会在有耳当听的就要听，因为在迦南教会周6礼拜，我会是今天是最后一场。11半年前，我刚刚在那边敬拜，神一幕一幕，一年一年圣诞节。但感谢神，这一条路是神回应神信心的旅程。我今天也要邀请大家，今天走上这信心的旅程。就像会应验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歌一样，我们越走，我们就越起劲。即便会觉得这条路世人说 no， 好像没路死路，但我们却越走越火，越走越起劲，越走越人家说哦，原来这是路啊！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来听哦，我们来一起来读，因为只有2节而已。好。我们一起哦，预备好，我们一起请。在伯利恒郊外，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，轮流看守羊群。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，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，他们就非常惊慌。这一幕是耶稣在降生的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。耶稣的降生，知道人知道，很厉害的博士都会知道，远远都能够算得出来。而呢，在上位者他也很害怕，因为他早就读过所有的经书，圣经里面所有的那当时候的国际的新闻记录下来，说有一位王要降临，他吓坏了。但一般的在犹太人，他们在期盼的弥赛亚已经100年过去，200年过去，300年过去，400年过去，他们在期待。在那伯利恒的郊外，这些牧羊人其实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，没有人愿意当牧羊人的。那是那世代的最底层、最底层的最底层，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歌，就是这光，那个地方是又暗，又是又臭，那个地方又是根本没有人，你待久了，你都会以为你自己是羊。这样子的人，晚上没办法睡觉，轮流看守羊群，但却有天使向他们显现。主的荣光照向，就像我现在被这光所照一样。当你长期在黑暗中，你突然被照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吓坏，是因为眼睛不能适应，但你马上就会说：哇，什么事？哇，要大事发生了。但他们的惊惶可不是这样。因为在他们虽然是小小的牧羊人，虽然是在最底层、最底层，在他们的教育里面，不断的说有一位弥赛亚，不断的说有一位将来要来的那一位要来拯救你们，要来拯救你们，要来拯救你们。所以在他们的所读的里面、所学的里面，家庭的教育，犹太人他们最擅长的家庭的教育里面，不断的教。
所以这个主的光一照射，不只是晚上眼睛很不舒服的惊慌，说哇，请下面代志，战争来了吗？不只是这样，那下一秒深处里面浮现的是哇，弥赛亚来了，天使来了，我是有罪的人，我害怕。如果此时此刻神在晚上在你睡觉的时候把你叫醒，要调你走去神那里，你会怕吗？会惊没？不会，阿们。会怕的人举手。我会怕，我还没交代好呢，千千万万还没交代给永恩呢，真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当我们光来的时候，一定会怕，但我们只要喊那最短的祷告了哈。记得什么？求你哦，哈，大家讲求你哦，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我得罪你，真的，但你救我，因为你已经替我担当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还没受洗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战争要来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晚上睡。现在年轻人突然猝死了很多。当你觉得说我还没受洗，我曾经听过福音，今天晚上听过那个大光的福音，可是我来不及受洗，但主已经光照我，我要被审判了。这时候，音乐牧师拜托你说一句话：主啊，救我！主必拯救你，主必用他的生命来担当你。当你要被审判的时候，要被抓去关，被抓去杀头，因为你做的错事情，你做错多少事，你可能不知道。你闯一个红灯，你人已经走，可是后面发生死亡车祸，你不知道。耶牧师就经历过这样啊。我带小孩子要去环斗城，计程车开车到台北市，如果你知道中山北路的晴光市场那边，大同工学院那边，他竟然直走，他想不能左转的时候，他竟然开车，计程车，我们3个小孩我带着，然后他就突然在那个路口左转。当他一左转，我一看到瞥见什么？大的公车285。我看到他那一秒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我这里了，砰！大光来了，而且是刺的光。你害怕吗？我害怕，因为我3个孩子，以琳那时候还没满1岁，玻璃哇，他的头全部是刺的。我是一个身体这样子，但至少他会喷到。然后这台计程车，这个司机，我的小孩，老2哭的哇尖叫，不，老2都没有哭，因为老2在中间。发生什么事？如果你是开车司机，你第一个你会停，第二个你会往前冲，你会1还是2？1停，2往前冲，请表示。哇，太厉害，还有人往前冲的哈？请问往前冲的原因？所以还是往前冲，逃啊！那就肇事逃逸哦。啊，你是说我逃是吧？对啊，所以如果你是那司机，你还是跑就对了，跑给他追哈。世清牧师也是跑哦，我来听一下，缓冲一下哈。那个年轻人是你吗？啊，好久认识啊。是啊，他往前冲，而且如果你知道台北的路，他往前一直走，走到那个堤防下面，他又右转，然后他又红绿灯都没停哦，又直一直开，然后去到那个新天宫，那个叫做民权东路那边，他又左转一直冲到新天宫那里。路边你看这个冲多远了？冲几个路口了？10个有了。他已经都没有在管红绿灯了，我只有小孩子哭，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办？我看外面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，只看到一个死
失速的不是列车，计程车，咻！我下一秒说不行，外面的人也救不了我，因为车子开太快，他不停下来，我们会再发生第二次车祸。我祷告了，没有1秒，最短的祷告，然后我就拍他的肩。我说：“年轻人没关系，事情发生了，只要路边停就好，没关系，停下来。”我不讲说这什么原因，他往前一直冲。亲爱的大家，原来啊，过了3天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当他在左转的时候，其实他撞到一个机车。我3天之后才警察打电话给我，你坐那一台计程车撞到了一个机车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没看到。他说那个机车那个人在加护病房，快死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以为没事，我们以为我只是闯一个红灯，结果带下来后面一大堆拖拉骨。但当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神要算账的，该死的你就要死。但神说：“我来担他，虽然我还来不及受洗，主啊，救我！但请你要记得哈，那时候还有意思哈，所以还是早一点受洗啊，不要等到那时候，好不好？哈。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这个光带来的是给我们的生命，在那突然之间，给我们惊吓当中，让我们真知道那个方向。我们人生很长。今天之后，我们有很长的人生，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，但我们只要知道主担我们的担，主他陪我们，他甚至于他的命与我们粘在一起，跟我们同命，跟我们同心，跟我们同行，我们就特懂啊。因为人生有太多可能会是裂痕的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生命的裂，这个好像又不听我的话了，还是我对错哈？刚刚还可以按，现在就不能按，是？好，没关系，麻烦下一页。所以金叶牧师刚刚讲，很多人的生命都是突然。金叶牧师那个。警察要我去作证，他说：“你如果没有去作证，这个年轻人在加护病房死都死不瞑目。我要不要去做见证？要的举1，不要的举2，请表示1还是2？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，连别人生命现在做决定都很难，对不对？真正你遇到的时候，你怎么1还是2？请表示。” OK， 好，请放下。请问1，你要去做什么见证？因为牧师说，我完全没有看到，我完全没感觉，请问我要见证什么？我在电话中跟警察说，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感觉呢，因为我3个孩子，还有我看外面的那个表情，我看那个司机，我根本不知道。这台车子撞到那个摩托车的那个人呢？请问我要去做见证，做什么见证？那个警察跟我说，你不能做这个见证，你要讲说你有感，你虽然那个，我说那就不是见证，对吧？我总不能说这样那个人才有人负责，总不能这样说。所以很多人生很多的抉择，对吧？这光要带领我们。甚至生命会有突然的裂痕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裂痕？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我们来听一下好吗？The birds they sing at the break of day. Start again.Heard them say, don't dwell on what has passed away,
谢， your perfect offering. 谢谢。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歌词，在我们周报里面我简短说，其实他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是：裂痕的生命，光才能够照进来。万物有裂痕的生命，光才能照进来。如果你可以，你回去以后继续听这首歌，我非常喜欢。他自己本身的生命，也是让我很钦佩。他非常多的身份在他身上，他唱的每一首歌，很多会进入人的心。裂痕，人的生命，任何万物裂痕，光才能够照进来。完美的生命，完美，光是照不进来，特别神的光照不进来。但谁的生命会是完美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生命会有裂痕感谢神，我们为我们生命的不完美感谢神。也正因为在裂痕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这一位神。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契机。我们现在正是生命的裂痕吗？还是那裂痕让我的生命此时想起来还很痛，甚至疤痕都还在。疤痕可能疤都还没有完全，还是真皮，触碰到还是非常痛。但这位神透过我们的裂痕，把我们心带回到神的爱中。因着裂痕，神主动来找我们。因为只要裂痕，神主动，因为光无所不在。那黑暗是因为缺乏了光，所以当裂痕裂开时，那光就进来，所以就没有所谓的黑暗。如果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愿意透那个光，或甚至主啊，我打开我自己，我可以认识那创造我生命的这一位上帝。当然，我可以更认识这不完美的人，我、你、他。最近让你觉得心痛的人，心痛的事，让你耿耿于怀，没有办法晚上想起来，无意中想起来的时候，唱诗歌想起来的时候，你甚至不想去想到。裂痕的生命，我们总在那痛苦跟黑暗中。今天我们的经文，这一群牧羊人，他们当时候的那个社会，其实在台湾，其实也不比那时候差这个好太多。那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，犹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。那时候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，他是非常残忍，他非常有智慧，知道怎么去课每一个税，而且是课那个不是我们本国人的税。被殖民、被压榨的，他们只能被任人宰割。罗马政府他要办税，他就要办户口登记，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圣诞节里面，我们常常会听到玛利亚跟约瑟，他们为了要赶回去登记，所以他们走了很远的路，就因为这一个命令下来，即便是身孕已经快生的玛利亚，她都要起身，走很远很远很远的路回去登记，因着政府的一道命令。也因为她的体重太大了，走得可能很慢，那时候也没有可以来订房间这种服务。等她走到了家乡，进门以后没有一个旅馆是空位的，每个人都拒绝说 no， 我们满了。你真的以为都满了吗？音乐牧师稍微查一下，
应该说他们住得起的都满了啦。他们住不起的，他们那个时候还有是所谓的招待呀。你若是大官，你是被招待的，那房子是有的，问题是你住不起的，人家也不会给你住，看起来你就是没办法。直到有一个店家的老板好心，给他一个马住的地方，马槽。没想到，因为这样子天时地利人和，竟然这位万物调动万物的这位主，原来是指向早就已经预言这位弥赛亚出生要在哪里？马槽的这个记号里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会说：“太安呢，怎么会事情变这样呢？原来根本不是这样，怎么会变这样呢？”我们只能说，主允许，神的时候到，但那做坏的，让这件事情变这样的人，那罗马的官或罗马曾经欺负他们的人，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的说：“你看吧，我是帮上帝这个应验这件事哦。”神还是要算你的账的，就像犹大。他是卖了耶稣，他不能说什么，幸好是他卖了耶稣，所以这个事件才能发生，所以要给他拍拍手。No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应验牧师有一个，那时候教国小3年级的学生，有一天很高兴，他总是在学校里面最没有成就感的，有一天很高兴跟我讲说：“音乐老师，我下个礼拜1我要去画画比赛，我好高兴，老师推荐我去。”我为他祷告，这是全国的比赛哦，要不要为他祷告？要不要祝福他？因为他没有成就感，是吗？音乐牧师为他祷告，他很高兴。礼拜一的晚上，他妈妈就带他来。请我再为他祷告，为什么？他哭的那个眼睛肿的跟什么一样？一个国小3年级的孩子，一个大男生，因为他3年级，但是他很高大，因为他很皮啊。老师为了教导他什么叫做挫折感，什么叫做生命的裂痕，所以跟他讲，请他去很远的地方报道，说他是代表他们学校去比赛，结果根本查不到他的名字是别人。然后回来就问老师：“为什么老师你告诉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你告诉他说是他代表去比赛？我要让他了解什么叫做挫折，要挫折忍耐度要从这样子了。”有没有很变态？没有。害我手拢插起来，你知吗？这个老师他是可以说，我为了这样子，所以我有功劳，我让这个孩子经历裂痕的生命，那光才能够照进他的生命里，所以我有功劳，我是一个好老师，是这样吗？这是神所允许的，所以这是神要他做的，所以他是上帝给他拍拍手的，是吗 ？No。这是你被撒旦用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音乐牧师很难说我们要去祝福那个可能恶意啊，或者是有意让我们生命有裂痕的人，我们要为他祷告。我以前很难，要祝福他，我觉得很难。现在我是指着神，主啊，你知道他的生命因为做这样的事情，也因为这样有了裂痕哦。求你怜悯他，不是我这个人没办法。求你怜悯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对他自己所做的负责任，到神的面前。当然，音乐牧师要说，
如果你到神的面前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到神面前的话，你还来不及悔改、忏悔，跟神求神对不起，求神原谅你、赦免你。那么在这过程中，知道大光来接你，你要去神那里的时候，你就说：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你帮助我！主，对不起。那些不是真的。或者是你后来才发现，说我以前为什么会这样扭曲人家？为什么会这样子让人的生命变这样呢？你要去面对。刚刚音乐牧师讲说，我那开车的那个司机，其实追根究底，其实他那天载我的时候他是吃药的，所以他根本就是很兴奋，所以他也没有在看交通指挥，然后就一直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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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冲。这件事情发生，让我3个孩子印象深刻，但也体会到，原来满头子，我女儿不到1岁，满头满脸都是那个玻璃碎，插进去，你想都起鸡皮疙瘩，拔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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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那个你吃的那个有刺的那个叫什么榴莲一样，比那个还多。原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拔起来，拔起来，拔起来，拔起来以后，我们很担心。因为那记录起来说，哇，60几个地方，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没拔到怎么办？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身体是会把它消化。那个玻璃如果已经在里面，不要勉强要把它挖出来，它会把那玻璃怎样融为我女儿身上的一部分，那玻璃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个玻璃人可能因为不小心，没有经过我们同意，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是他生命中的什么历程，以至于破掉，让我们的生命整个都是插满了这个玻璃碎片的时候，不用担心，到神面前。神除了帮我们治疗之外，那没办法拿起来的，神让这些都能够消化、消融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女儿现在金光闪闪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如果没看到，下次请她播给你看。其实那么多年，她已经是融成她的身体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音乐牧师今天真的是等于是最后的祝福。因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一定会回头看最近的这段时间，但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。这些历史的裂痕，不管是牧羊人他历史的裂痕，经过了这么多外在的人刻意的想要害他们，特别是这个弥赛亚，希律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教师，问他们说：基督该出生在哪里？你看这个王这么怕有人来抢他的位置。我们的生命也有很多的裂痕。当我们有一天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记住打开自己生命的光，神的光光照我们，因着这些裂痕，神光照我们的生命，那些刺痛、那些伤口要被融合，会被上帝的爱所融合。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亮起来的人。不管别人怎么追我们，不管可能别人怎么想我们，像徐玉王这些有意的人士，他们不断的问：那出生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，特别来朝拜他。这些都在神手中，这些都在神手中，成为你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一部分的帮助、滋养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。孤独的时代，是你跟我吗？按照记录是这样子，这是2020的记录啊。美国人每天跟朋友相处20分钟，比过去26年来60分钟少了很多，而这20分钟还常常都是我们2个吃饭吧。一边吃一边拿手机，然后一边还跟别人说，对不对？其实真正不到20分钟。我们这样的生命，我们变成孤单，
隔离，以致我们会有很多的疾病，身体不说，心脏病、中风这些忧郁症、焦虑症不说，我们的生命跟神就远离了，而这个程度是不亚于毒品哦，不亚于毒品的滥用跟肥胖的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让光照进来，让我们的生命让耶稣与我们连结。我们跟耶稣连结起来之后，很奇妙的，我们就很像那光束，这跟所有的人都连接起来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哦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在伯利恒郊外，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，轮流看守羊群。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，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，他们就非常惊惶。可是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。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。”阿们！这么大的好消息，竟然这位奇妙的上帝不是告诉有钱人，不是告诉那个大王，也不是告诉那个知识的分子，所谓的博士，却是告诉那个刚刚已经讲牧羊人是当时候最底层的、最底层的、最底层的人。如果我觉得我在公司、我在学校、我在家里是最底层的人，音乐牧师要说恭喜你，因为这位主看重你，而且他会主动介入你那裂痕的生命，要让光进来。我们持续来读神给我们应许，来，用布包着，躺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，颂赞上帝说：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愿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。阿们。这个记号在你我的身上，每个人都会有记号，不只是耶稣所包的这个包裹有记号，只要生命有裂痕的，都会有恩典的记号。阿们吗？不然我们不会活到今天啊。我们早就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，好像很难听。其实是真的啊，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想一想啊，有够苦啊！我这个人真的是，但我们想想，我们怎么走到今天的，我们就知道神这么爱我们，透过他恩典的记号，他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为我们出生。他的出生竟然是为了我们死，为我们死，是因为要担我们的罪，要担我们所有的不是。他主动介入我们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满有恩典的记号。因为它是一个奇妙的测试。奇妙测试的意思不只是老师，我们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老师，因为 Google 就有了嘛 ，AI 也有嘛。但这一位怎么奇妙？他这个测试怎么奇妙？是因为他与你一起生活。刚刚音乐牧师已经有讲了，他跟我们同命哦。因为我们的命是他属来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跟他同命？他跟我们同心，心贴心哎，所以你不会孤单的，因为你有一位神跟你贴在一起，你拔都拔不掉。我跟你讲。然后他跟你同行，因为你也甩不掉他，他只能跟你去，所以要很小心你所做的、你所说的、你所想的。如果你觉得不能让别人知道，那你就要小心。神知道的，那么这个可见这个事情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那你要想一想，是公义的吗？所以这位上帝，这位耶稣为我们死。其实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要跟我们一样成为人，他完全的人，我们完全的痛苦，他完全都承受过，
所以请不要说我的苦没有人懂，是没有人懂，但谁懂？耶稣他懂，他跟你我一样出生。说他为什么要出生？有哪一个宗教像跟我们一样，小婴儿出生，然后慢慢长大，还要这些？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已。有没有人会觉得说，牧师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犯罪？那圣经他绝对不会写他犯罪，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有没有人有这个疑问？哎，没有啊，还是叶牧师常常有这种疑问。以前啊，因为我这个脑筋比较怪一点，因为我总觉得圣经总是写他好看，耶稣好看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告诉我，耶稣为什么没有犯罪？从哪一点可以知道？凭你讲几句他就没有犯罪哦？因为呀，谁帮他受洗？有一个刚才世界牧师说，比耶稣还早来的施洗什么？约翰，他比他早出生，他也是因为他妈妈已经生不出小孩，透过神迹奇事让他生出来之后，他比耶稣早一点而已。然后他要帮谁受洗？帮耶稣施洗。当耶稣施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？天上有什么？有大的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什么爱子？”谁来证明耶稣在这世上从出生到他受洗的时候都没有犯罪？谁知道人的内心？上帝知道，天父知道，所以他受洗一定必要。这是我的爱子，也必要，因为写清清楚楚，这是我的爱子。我已经盖章，他从出生到受洗都没有犯罪，才能当我们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宝贵的金句，请。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，相反的，他曾经像我们一样，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是，所以他是奇妙的测试，有他帮你规划，有他跟你生活，他是全能的神。他跟你一起，不是只是说啊，你有够可怜的啦！你看你被甩了吧？你看你被别人怎么了？背叛了啊？你看你又做错了，哎呀，我可怜你啦！好了，同理你这样。没有，这一位神除了与你一起同命、同心、同行，他还有一个全能。他是神，所以他一定有办法。这样可以吗？哦。所以他不是跟你一起这样傻跟你的，不是只有同理你而已，他有办法的，所以他是全能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！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是相同的。感谢主，这位神他是奇妙的测试，与我们同在，他又是这位全能的神，还有他是永在的父啊。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我们如果看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拿了家产出去挥霍，那个父亲在每天在外面胖啊，他的儿子回来，我们就在这。我们天上的父是怎么样的父？他早就知道，我们拿这笔钱出去挥霍就不见了。他早就知道，我们1月1号立志行善要变成很瘦，到12月31没有瘦不打紧，还变胖，更胖。但是因为神知道说，我早知道，他会先跟你讲吗？其实他不会。我早就已经立志要做什么？我要练英文，菜英文，每天要练英文，从10分钟就好。一开始10分钟，第2天9分钟，第3天8分钟，然后没有1个礼拜就变几分钟。1年以后，然后你到年底你又会怎样？父早就知道。我们立志决定很多事情，神早知道，但他不想说破，因为他知道
你努力一点点，他都觉得至少你有努力9天，前年你还努力1天，就永在的父，他总是等我们，而且他是和平的君，他不要我们用暴力的。这世界上都用暴力，他用替我们死。所以，如果你身边的人，你很想揍他的，你就把他交给神吧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你的敌人到最后又多一个朋友，因为交给神就对了，你不用多说。有够气的，你气就让神出手啊！神比你还懂他，神比你大有权力，不是吗？所以恳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在裂痕的时候，那道光就是他应许与我们同在。这道光给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生命力跟影响力，使我们虽然像以琳一样满头的玻璃碎片，但是经过跟神的融合之后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发光的人，到哪里都可以见证神的真光照在一切这世上的每一位，今天晚上的你。所以尽管立志没关系，你不要说啊，算了，我每次决定以后又没有3分钟热度，还是决定好吗？音乐牧师曾经说过，我减重20公斤，我立志决定好几年都没有减重成功，直到有一天跌倒，生完以琳跌倒以后，我竟然连这么小格楼梯我都爬不上来，因为我胖到一个程度，这个髋关节已经受伤到没有办法爬。那时候我才30出头岁，说主啊怎么办？我人生还很长。我今天按那个在我几岁啊？哈，30年前，我试过太多方法减重，以致后来我成为减重专家。从算，以后再讲哈。音乐牧师意思就是说，没关系，你就是决定，你是决定，失败没关系，失败没关系，失败。我光决定要减重，失败10几次以上了，数不完了，但最后成功。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子，所以有一天会成功的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一位父永在的父，他永远来支持你。在最后一刻，这个还是没有想好，发挥真光，带来活命，我们的生命影响力，好吗？或许我们的人生还很长，真的还很长。那每一天只要影响一点点，进步一点点就好。因为牧师刚刚有讲，我们只要每一天我们多一点亲近神，我们就会在那裂缝的时候，神那温暖的光照进来，我们就会金光闪闪。我们也会成为那个可以祝福别人、引导别人的人哦。我们要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回应诗，但我知道这首歌是没有办法我来唱的哈。我们要请世谦牧师来跟我们的敬拜团队，我们要来唱。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。音乐牧师已经请起立，我们没有要再带领大家的回应祷告，用这首诗唱这首诗。来回想我们生命中那个裂痕。有黑暗在深处丑陋肮脏，而有一道光照进来，照亮内心的渴望，渴望被爱，渴望拥抱，渴望自己
角落，如此温柔，温柔地轻抚着每个伤口，是我的医治的自由。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。因为有光，在逆光中我的见光，这光是我的方向，我的拯救，超乎万有。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。因为有光，心被建立，不再迷惘。这光是我的平安，是我的盼望。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。因为有光，在逆光中我的见光，这光是我的方向，我的拯救，超乎万有。因为有光，光照在黑暗里就不惧怕。因为有光，心被建立，不再迷惘。这光是我的平安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刚强，是我不害怕，是我的方向，我的盼望。这光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光是耶稣。好，刚刚叶牧师分享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第一次遇到他在夏令营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那一天是7月12号，在桃园国小。叶牧师真的成功了，因为他比那时候还瘦。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3个。第一个就是我是你们永远的传道，随传随到。真的随传随到。我记得音乐牧师是当传道的3年，我几乎没看过他休假。第二个记得的是，他是让我对主祷文非常有感动的传道。每次祷告最后都要用主祷文做结束祷告，所以华语的到后来都讲得比台语还要快。第3个很经典，也是后来我当牧师之后传道之后很有感受，就是传道人在说啊，我忘记了，永远都在帮他找手机、水壶。还好没有找钱包，还有一个是圣经。
我们之前都在7楼礼拜堂聚会，印象好深刻。还好我们今天不在那里聚会，不然我想那个画面可能会重叠太多。印象很深刻。在那个7楼发生了很多的事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应该是下午，在一个青年的告别式之后，我们和这位青年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只有我、音乐牧师，还有这个青年的好朋友，坐在7楼的礼拜堂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状态。从下午变成晚上，从原来看得到，到后来一片漆黑。我们3个人就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听和说，听和说。听和说，好像在祷告一样。我记得那首歌叫《恩典之流》。2019年4月，那个晚上我印象超深刻，因为当我们讲完话之后，如果去过7楼礼拜堂都知道，那里有一个往后看都看得到的，全暗的时候最明显。逃生出口的光，就一直照在我们说话的当下。我那时候好不想当传道，我那时候好不想当传道。神就跟我说，就走出去就好。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，我们坐了4个小时，就在那里说话。所以当我知道，我们的不是人原因竟然有一个叫没有培养门徒行同工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气愤，因为我对音乐牧师的认识就是培养门徒行同工的牧者，我自己也这样定位我自己。抱歉让大家听了这一个小故事。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，神让我那一天听到，就走出去就好，就做你要做的事就好。他完全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，为
为什么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？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发生你不想要它发生的事情？神说：“你做你当做的事就好。你做你当做的事就好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就好。神的光仍然要照进我们的生命。神的光就在我们愿意让神光照的时候，即使我们不愿意，其实神的光都在。刚刚我说这首歌是祷告，我们再用副歌来成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，你的心意，主要是要人人都得着这个救恩，是要人人都被兴起成为你的门徒，是要在这个世代不同的年龄层，不断一代又一代的被兴起成为你的门徒。主，谢谢你在迦南教会当中，主啊，在历世历代，在每一个信仰前辈的尾声努力兴起当中，主啊，你不断的兴起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主啊，你的光要照在我们的当中，不断的让人因为你的光被兴起，因为你的光苏醒，因为你的光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得到那爱的能力，爱的力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在我们当中，谢谢你今天透过应验牧师的分享，如同你呼召他，主，如今你也呼召我们。主，你的心意不会断绝，如同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所说的，你的话语是直到万代，让每一个领受这个呼召的人，领受这个经文的人，领受这个感动的人，主，我们就是那个要被兴起的人。主，你带领我们，持续的带领你的儿女，因为如今是过去所建造出来的，如今我们仍然在建造未来。主啊，你仍然在建造未来，你在建造未来的教会，你兴起我们成为那未来的教会，从现在开始。主，你兴起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，让我们在每一个感动里面是要来回应你，是被你来感动，是被你的光来照亮。主啊，我们是在反映你的光，我们是在映照出你的光。主，你带领我们，主啊，去除一切的黑暗，
且我们要持守这个光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美好的见证，就在生命的裂痕当中，就在人以为的黑暗里面，就在一切的混乱里面，因为你的光要恢复一切的次序。主，这是你对我们的心意。谢谢你，主，你也纪念音乐牧师过去到现在，在迦南教会，特别青年牧区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纪念他手所做的工，他未来要做的工，主，你仍然坚立。主，谢谢你，你若是我们照着你的心意去行，就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在你里面，主啊，你要为我们成就大事，神国度的大事，神国度的兴起。谢谢你，我们为今天我们的领受成为我们的行动，向你献上感恩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